托尼基嘛是张选总统甲国会议员，目前嘛开出超过9成1个总统选票咯。上尾的埃尔多安是以将近5成的得票率领先对手基里达欧卢4成4的选票。因为两边拢无超过5成的门槛，所以伫2礼拜后爱个进行第2轮的投票。这嘛是托尼基伫建国8年来的头一届。 统一期就是举行的总统甲国会大选，海外选民在内拢总有6400多万人有资格投票。即摆投票率达到89%。暗时的电视计票一开始，新球连任的埃尔多安票数领先，也毋过时间哪换埃尔多安的优势一直下降。统一期最高选举委员会经济开出的91.93%的总统大选选票，讲埃尔多安以49.49%得票率领先对手基里达欧。 44.19%. Milletimiz tercihini seçimin ikinci tura kalmasından yana yaptıysa onun da başımızın üstünde yeri var. Biz %50'nin üzerinde bir oy oranıyla bu turu bitireceğimize inanıyoruz. 反对世内6个主要政党集中火力。 共同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基里达欧鲁，选后头一摆出来面对媒体时，指控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透过反复的调整计票结果，造成倒开票数的延迟。佮强调埃尔多安的票无超过5成。Örnek Ankara'da 300, İstanbul'da 783 sandıkta ısrarla itirazları var. 6 kere itiraz edilen sandık var. 另外，第3位总统候选人欧根得票率大约是5.3%，伊的支持者伫第2轮决选中会倒向倒一边，恐惊会加做影响总统大位的关键因素。那甲总统大选的不明状态，国会大选的席次分布颠倒是真清楚。各项媒体的消息指出，经已经开出的9成6选票。 正义发展党得到267席，比选前628席。不过，若加上甲其他3个政党结盟，会当阁加上56席，摕到323席，将压国会过一半席次。另外，二位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，对执政党伫灾区的支持度敢有影响？为票数来看，知影阵营只伫灾区2个省领先，其他9个省也是正义发展党领先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